一棟主恩大樓個新嘅時代就係得着年輕人。你問我點睇2015真實嘅一棟主恩大樓喺我哋眼前面，一齊共同努力嘅地標啦。大樓咧嗰個存在係可以滿足人肉體嘅需要，亦都咧係可以醫治人心靈嘅疾病嘅。所以我覺得主恩大樓嘅存在係整個香港甚至整個世界係好大嘅祝福。喺美國嘅人都知道，我哋今日呢一度會有一件大事，而呢一件大事就係你哋主恩會話要起一棟乜鬼主恩大樓係嘛？於是，我總部就派咗落嚟破壞你哋嘅聚會。只要破壞到你嘅聚會之後，主恩大樓就起唔到啦。主恩大樓起唔到嘅話，即係證明有一間可以影響到香港以至世界嘅教會就從此消失。所以你哋就跟住我嘅主人做佢嘅奴隸，冇晒自由。